继续关心国际骹球总会对外宣布讲，沙特阿拉伯是唯一一个有交出想要办2034年世界杯骹球赛国家。若是因会当达到所有技术标准，安尼因就将有机会会当摕到这场比赛的主办权。2020年卡达世界杯卡球赛，沙特阿拉伯队伫小组赛以2比1拍败赛前被看好的阿根廷队，写下世界杯史上大惊奇。世界杯结束了后，沙特阿拉伯的卡球热情无减少，陆续以真悬的形式迎来未少各国有名的球星。除了成功学到葡萄牙的 C 罗、法国的本泽马、巴西球星内马尔，也伫8月以年薪31亿大票红欧到沙国联赛。沙国毋但开大钱，而且有名球星更加积极争取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沙国是即阵唯一提高主办比赛意用书的国家。هذا الشيء يعزز من تطور بلدنا ويعزز من فرحتنا كمسلمين إن شاء الله ونمثل المنتخب السعودي إن شاء الله وإنه يحقق إن شاء الله كأس العالم بإذن الله فهذا فخر إن شاء الله。不过，甲去年邻国卡达主办的世界杯卡球赛来比较，2034年的比赛对场所的议题要求更加悬，因为对2026年起参赛队伍的队员本的32队增加到48队，也代表举办比赛场次增加，需要至少14座的体育场。用入的人数至少爱4万到8万人。FIFA讲，若是沙国有达到所有技术标准，就希望伫明年底正式核准主办赛事。We have already plans for a number of upgrades and some new world-class stadiums. We are working hard to deliver them in the most sustainable ways. 沙国今年伫卡球以及方程式赛车、高尔夫这比赛投入真侪钱，强大材料是部分队。严格 FIFA 伫遴选过程中有一项尊重国际公认人权的承诺，有钱毋是唯一。沙国的人权问题也伫过程中受到外界更加慎重的审视。《广视新闻》江文编译。